你而家用緊嘅 AI，其實每講一句說話都係喺燒錢，而係未來5年每一個用 AI 嘅人都一定要識嘅一條新收費規則 Tokenomics。我係 Terry 沈老師 ，AI 商業應用顧問。我 all in AI 3年，專注幫企業減費提效。詞源佢唔係虛擬幣，都唔係區塊鏈黑話，佢其實就係 AI 讀嘅字、寫嘅字被切開咗嘅最小單位。你輸入一啲文字 ，AI 回覆一啲文字，兩邊都會被拆成千上萬個詞源。每一個詞源就係一台 GPU 算一次電費，一次計費。你可以將詞源想象成手機流量。你話手機每刷一條短片都在扣 MB， 你同 AI 傾偈每多講一句都在扣詞源。只不過手機流量係用 GB 計，AI 就係用百萬詞源計。現在主流大模型嘅收費模式都係按每100萬個詞源嚟計，100萬個輸入詞源大概1到5美元，100萬個輸出詞源大概5到20美元。具體價錢要睇你用嘅係奇納模型定係平價模型。換句話講，一份長報告隨時就可以燒掉1到10美元，甚至更高。幾年之後，基本上每個人每間公司都要好似買手機流量咁買詞源套餐。你會有每月1億詞源套餐、3億詞源套餐，用 AI 寫文案、寫 code 做翻譯、開會記錄，每做一件事，詞源都喺度一點一點咁從你嘅套餐入邊扣走。而家嗰啲 AI 工具好似 OpenClaw 嗰類 agent， 唔係只幫你做一次就完，佢會不斷讀、不斷諗、不斷改，再輸出，動輒就幾萬甚至幾十萬個詞源。你見到嘅只係一份靚仔報告，一份完美分析，但後台已經燒咗幾十萬個詞源。如果用中檔模型嚟計，成本就係幾美元到10幾美元。好多人會話幾美元啫，唔貴啊。但問題係，當你公司有幾十人、幾百人，每日都咁用 AI， 每個人都好似刷短片咁，毫無限制咁刷詞源，你嘅詞源套餐好快就會超標，開始按用量額外收費。到嗰刻你睇到賬單就唔會再覺得平。呢個就係 Tokenomics 嘅關鍵點。你唔識計詞源，就等於喺 AI 世界入面開咗自動付款。你允許 AI agent 無上限咁行任務，佢會一直讀、一直諗、一直寫，直到任務做完。而你以為呢個係免費服務，但賬單早就喺後台按百萬詞源一格一格咁慢慢累積。英偉達 CEO 黃仁勳講過，詞源係 AI 時代嘅錢， GPU 係印錢嘅機器。但對一般用家嚟講， Tokenomics 先係你喺 AI 時代活得明白、花得清楚嘅關鍵。過去10年我哋學識咗睇手機流量，唔再盲開視頻亂刷。未來10年我哋就係要學識睇詞源用量，唔再隨便放任 AI 亂跑。所以由而家開始，每次用 AI 之前，記得問自己3句：呢件事大概要花幾多個詞源？按依家嘅模型價錢，大概值幾美元？呢幾美元可以幫我創造幾大價值？如果呢3個問題你一步都唔諗，那就算 AI 再強，對你嚟講都只會係一個睇落很酷但係暗裏燒錢嘅玩具。手機時代我哋學識咗流量套餐， AI 時代我哋就必須學識詞源套餐。呢個就係 Tokenomics 嘅本質，唔只係識用 AI， 仲要識得點樣為 AI 付錢，同埋點樣令每一個詞源都花得值得。